因为房市加价，伤侪人申请贷款，银行就开始实施限贷令。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金管会做出裁示，只要是头一届买厝，家己本身无厝，或者是银行已经答应贷款的这3类族群，银行就要优先提供放款。而且未来逐礼拜日，银行拢要回报放款的状况。9月中开始，嘛会设立资讯的专区，互民众看敢阁有贷款的额度。为了解决民众无抵贷款，或者是一直排队等贷款的情形，金管会测试，搁找13间国营银行开会，最后采试不动产放款的资源，要优先提供予头一届买厝、无自家用的厝，还有银行已经答应贷款这3大类型贷款的民众。政府在放消息出来之前的可能前几天而已，我们才买了这个房子的人，那我们根本还来不及去跑这个流程的部分，那就已经被这个央行满水位的这个消息给直接错杀了，可能会面临这个违约的部分。虽然金管会提出放令银行法第72条之2，不过要是有换厝的人无下用，恐惊面临买厝贷款贷无、有违约甲断头的风险。另外，金管会银行局请银行公会要求各间银行都要建立资讯公开的专区，互民众会当查每一间银行敢是还阁有房贷的额度，预估9月中开始实施。不过会议当中有部分银行业者反映讲，放令银行法第72条之2，甲有包括海外建筑的贷款，还阁有多间危老建筑产生分户房贷，金管会要下部会来协商。这些民众来说，如果可以排除的话，比较有助于他们去实施在都更上面的意愿。如果有一些建商要去做销售的时候呢，其实也会被排除，是不是又成为一股这个所谓在现在满水位的情况上面没有办法去抑制的一个房市热潮。如果有建商利用这样的政策，利用内部的做账，或是利用人头继续误用跟滥用政策，要求内政部必须要透过工会了解，甚至考虑法制上的措施。下半年新一波房市销售的档期928就要到啊！有业者统计，今年台湾北部房市928的档期推案已购量达到2619亿，其中100亿以上的个案都8个。看到是无受限贷令的影响，显示易售市场要是真抢市。记者综合报道。